罗耶和华，我要我是要唱歌俄罗我的上帝。兄弟姐妹，咱三脚开声来俄罗咱的主，天门大开。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降落来，你是荣耀滚浪，天顶对天，下已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有高，荣耀归于你，天顶对天，敬拜的高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万国阿拉你，你是荣耀滚浪，天顶对下已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有高，荣耀归于你，天顶对敬拜的高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就伫遮，上帝就伫遮，咱拢来欢迎，互万民主吧归向你。上帝就伫遮，咱拢来欢迎，宝座前敬拜永无散。上帝就伫遮，咱拢来欢迎，互万民主吧归向你。上帝就伫遮，咱拢来欢迎，宝座前敬拜永无散。天顶对下已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有高，荣耀归于你，天顶对敬拜的高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顶对下已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有高，荣耀归于你，天顶对敬拜的高永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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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伫凊彩时，人欢喜来唱歌，将俄罗荣耀归乎听咱的爸上帝。阿免，哈利路亚。若是我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吓。风因这呢大，何时才会停线？
紧来靠我，要往倒位行？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着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跟伊行。耶稣听我，听伊心肝，不敢放我这孤单。彼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吓。风因这呢大，何时才会停线？想要赶紧来靠岸。往倒位行？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着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跟伊行。耶稣听我，听伊心肝，不敢放我这孤单。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无惊吓。风雨遐尼大，空也这尼宽，有你同在无摇喘。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的慰伴。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阮
主念惜我，温情遮大，温情遮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惜我。主，阮感谢你，因为有你伫阮的性命来陪伴。虽然你讲伫世上有劳苦有重担，但是伫主你内底有平安有盼望。感谢主，互阮伫这个疫情的困境的中间，也是面对侪这的亲人的死失，侪这一无所有的困境，互阮知影你有阮的同在，你陪伴阮行这人生的道路，特别继续引带阮，享受阮信心来到你面前，用信心来倚靠，互你引带阮行伫迄条永远佮充满盼望的道路。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现在请坐。线上兄弟，咱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咱无法度到教会伫遮来做实体的礼拜因为即马的疫情还阁无真大的降价啦所以咱教会实体礼拜暂时停止到伫6月12号，咱有定6月19通伫遮来实体，所以咱拍拼祈祷这个确诊的人数会当愈来愈少那咱会通透过这个线上的礼拜做伙来观看咱其他的活动拢伫咱的电子的周报的顶面伫第4页请咱家己来看。7月初3，咱有定要举行今年度第4遍的圣礼节然后弟兄们要报名洗礼请咱伫6月19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圣经公会嘛有举办这个先知书北国先知牧师甲何西阿的讲座有这个吴友华牧师恁若要报名的会通伫遮透过去实体，就是伫台北和平教会你来交400块，线上伫厝家己看300块你若来到教会做伙看是家己付100块。咱6月27开始伫每一礼拜一暗时8点到9点半，咱会伫教会401教室来开办台语的8月2基础班，有10堂课。讲师是请杨丽如老师若有想要学台语来读台语圣经的咱会通伫6月19进前伫公宝南4楼公宝南伫遐来报名来准备即个教材教材费是200块，这若是外教会咱嘉南教会有即个优待啦就是免费。咱因为线上的关系不便来到教会，所以伫奉献的部分咱嘛无停止透过线上的系统咱有做这个系统伫遮有入去咱的网站，是你会通去超商去邮局伫遐来汇款有真侪方式若线上你会当指定选这个项目一遍上无100块因为佫有靠一寡手续费，所以咱会通伫遮透过你无自站的7个奉献，互上帝的恩典继续来充满伫你的家庭。咱110年的这个奉献证明也已经发伫咱的名牌盒内底。若问题会通请来问咱的会计干事李梅。如果你若是用银行的转销的方式奉献的兄弟请你用电话来通知
因为若无名咱毋知影讲迄个名是啥物人奉献的，所以你若无卡，可能就会列入伫迄个邮寄邮寄的奉献，无法度处理即个奉献证明，所以请咱注意。咱拜三的祈祷会咱会透过Google Meet，咱有缘用线上的祈祷会咱做伙来祈祷，特别同心祈祷，咱会通较紧来平安过日所以Google Meet的即个号码咱会通伫遮来甲翕起来也是入去电子周报会通伫遮来看咱做伙来祈祷咱德福据点停课到6月初10预定6月13拜一来恢复咱的活动。咱用毋甘的心伫遮来报告这个消息，就第6组的5志员姊妹，就是立志长老娘伫6月初1拜三蒙主运调，享年69岁，要预定伫6月18拜6来举行入念、火化加告别的事项请咱为着立志长老因的家庭来祈祷，愿主圣神来安慰。虽然伫线上，咱有缘要来庆祝来祝福咱6月份的寿星咱在场毋知有6月无有咱的陈某执事咱今仔来服侍咱线上若有即6月的寿星请咱即个时阵邀请恁起立要来做伙唱生日快乐的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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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拍鼓甲因祝福。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主，换命对你来，你也享受一切教业的资源恩典，互敬畏你的人会通享受你也伫耶稣基督内底，将天顶逐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赏赐互阮，互阮用信心伫来领受，祝福6月这个寿星，这个生日的兄弟姊妹。互因会通好好运用上帝你伫生命中的恩典、恩赐、才能，会通互上帝你的名得到荣耀，互人得到祝福。愿主你来说，因手所做，拢会通行通顺利，心灵嘛通得到勇敢，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伫路得记第1章16节，做伙来。路得应讲：毋通逼我放杀你，离开你倒去，你去倒位我嘛要去，你住倒位我嘛要住遐。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路得记第1章16节，过一遍。路得应讲：毋通逼我放杀你，离开你倒去，你去倒位我嘛要去，你住倒位我嘛要住遐。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路得记第1章16节。兄弟姊妹，咱准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你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谢。不便来教会，透过咱教会的账号来进行线上的奉献。教会需要你的参与互你经历上帝恩典满满的祝福，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恩典
奉献感恩的心归你，一生的体配，伊有受事都是惊，主耶稣基督。都是惊，主耶稣基督，真是真多勇壮，相拥的真多步，拢因为主已经做正。上帝，我满心感谢俄罗你，感谢主你一日的保守，感谢主你一日的带领，感谢主你一日的供应，保守阮，拢得到主你的看顾平安。主，阮献上满心的感谢。主，阮知这时主你知这时疫情犹原对台湾真百姓带来挑战，恳求父上帝你来亲自保守所有伫台湾受到疫情影响的遮个百姓，也保守遮所有的台湾医疗团队互因有好的照顾，保守全台湾紧紧来恢复正常的生活，学生恢复正常的学习。各行各业来得到主你的保守，来紧紧恢复应该伫疫情爱有的这个经济提速恳求父上帝你来保守阮伫这个疫情的过程中，犹原用信心来听调主你的话语，时时警醒来祈祷。主相信伫你的带领下面，台湾未来紧紧来恢复正常。主这时阮也将阮所献来摆在主你的面前，来成做圣工的路用，恳求父上帝你欢喜来感纳。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要坐落进前，比出来就讲上帝恩典教耶你用。上帝恩典教耶你用，请坐。兄弟姊妹，咱要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圣经的经文，圣经记载伫路得记第1章，咱要对16节看到22节，16节看到22节。我要邀请咱线上兄弟咱做伙来读上帝话。第1章16节，咱做伙来。路地应讲，毋通逼我放杀你，离开你倒去，你去倒位，我嘛要去；你住倒位，我嘛要住遐。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伫倒位，我嘛要死伫遐，葬伫遐。只有死会互你甲我分开，若无愿上主加倍责罚我。
那俄米看路得坚决要第一，就无搁讲啥物。因两人就继续行，来到伯利恒。到伯利恒的时，全城为着因摇动，正妇女讲，这个人检真正是拿俄米。伊甲因讲，毋通叫我拿俄米，就叫我玛拉。因为全能者互我受大苦难，我满满出去，上主互我空空得来，是安怎叫我拿俄米？上主苦楚我，全能者互我受患难。这就是拿俄米甲伊的摩押新妇路得对摩押地转来的经过。因伫开始收割大麦的时，来到伯利恒。愿上帝话来帮助咱，会通看见人伫困境的中间，安怎彼此来陪伴，共度难关的决心。姊妹，咱伫面对着困境的时，特别即马疫情遐尔啊严重吼，最近。咱知影讲是啥物年假五二节的年假吼所以有的兄弟又出外。伫旧年台北的即个国际白龙船的锦标赛，大家为着要得到即个胜利吼，所以真拍拼伫遮来练习。总是旧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本来伫五二节的时。来举行的即个白龙船的比赛，甲延到伫10月初4。咱知影伫台北市即个大家和平公园迄个河的即个水道的中间吼，因为10月有啥物款的风10月有东北的季风吼，东北季风，所以伫遮。其实迄个风伤大吹的时阵，就会引起冰船的意外。伫旧年因为大家拍拼练习，其中嘛有一只船因为伫迄个东北季风真强的中间，伫遐来冰船哦。所以这船顶的11个人因拢跋落水所以加在每一个人拢有穿救生衣所以因真冷静伫遮来解救所以家己救家己，因为有这救生衣，所以无造成伤亡。因咧讲，就是讲爱伫冰船的中间，就赶紧爱清点人数啦看有加到一个无因为冰船的时阵，如果人伫迄个冰船的船的内底。真紧就会无有即个气会失去一个生命。兄姊妹，咱的人生嘛好亲像一只伫白龙船的即个船共款咱一家人，咱面对着咱家己人生的困境，有当时咱面对拄当有遮个经济上病痛，甚至最近咱嘛知影咱东港拄到即个亲人的死失咱知影讲因面对这困境时，安怎来度过因的难关？需要有咱做伙伫遮来带导，需要全家伙一家伙伫遐来陪伴所以伫遮咱看讲，如果咱若无这属灵的拯救，咱就无未来，无盼望。伫今仔日，咱看见即个家庭伫士师治理的时代，咱过去咱知影讲，咱最近咧读即个路得记路得记延续伫士师记所以伫遮讲，也伫士师治理的时代，伫迄个国内就发生饥荒，所以咱知影讲，伫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伫甲咱提醒讲，当时以色列无王。表示讲人无掠做上帝做上帝，所以照家己的意思来南三做
所以伫迄个时，咱看讲有一家伙因带某囝就到伫摩押的所在。其实伫因的律法内底有提醒，遐外邦的所在，因尽量莫甲因结亲情，莫甲因有来往。摩押的遮百姓，其实是咱知亚伯拉罕的侄仔罗德。啉酒醉的时阵，伊的查某囝为着要延续即个后代，所以就甲伊的老爸乱伦所生的后代所以因受咒诅，袂通入伫耶和华上帝的圣会。所以这背景了后，咱搁一遍来复习以利米勒到底伊的名的意思，咱的号名背后拢有一寡意思啦以利米勒其实伊的名就讲我的上帝是王啦。对照当时士师记的时阵，讲以色列中间无王，表示讲因离开耶和华上帝，无要信靠上帝。真讽刺就是讲以利米勒伊的名就是表达讲这位耶和华上帝是我的主，我的王，总是无照上帝，无照伊的意思去行，所以伊照家己的意思，拄着困难的时阵，一家伙就带移民到伫摩押地。那后尾伊的名本来是甜啦，讲小甜甜安尼啦所以咱看讲面对伊转来伫即个倒来故乡的道路，伊其实内底充满真侪即人生的艰苦。什么艰苦呢？咱过来复习者就是伊两个囡仔因一家伙四个人出去大生以利米勒先过身，过身了后无偌久即个马伦甲基连因有娶某啦娶两个新妇，拢是摩押的即个外邦女子所以咱来看马伦的名的意思是啥？破病后人号名号即款的基连呢，真衰烂啦表示讲即两个囡仔其实身躯无偌勇啦娶某了也无生囝了后，即两个囡仔拢过身所以伫迦南之声有中间有一集。我用这个寡妇死囝，什么意思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了，表示无望这是后壁咱看伊甲罗德对话的时阵，伊就讲起一个原因，所以叫因倒转去到伫后头，重新可以结婚啦，重新去找因未来幸福。罗德伊的名意思是友谊这个。交情即甲朋友的友谊俄尼巴的名意思就是冻人一种动物咱看马伦甲基连两个相煞死去，所以剩拿俄米家己一个人，无翁无囝，这对当时来讲的妇人人实在是无望无活去啦所以大概咱了解即个情景了后。伊就伫第一章第6节，又听讲，这位上主照顾伊的百姓。过去因为饥荒离开这个故乡无通吃无收成所以赶紧到伫外邦的所在。但是即马咧，听讲上帝看顾伊的百姓。所以赏赐美牛互因有好收成。所以伫遮，咱看讲透过这段圣经，伊决定伫遐要行这个倒转去故乡的道路。虽然中间充满有侪这困难，念伊咱会做伙来看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咱三个分享，要透过这段经文，检测你拄当伫迄个困境。伫迄个困难难关重重的过程的中间，毋通放弃咱会通认捌上帝安怎对人的看顾。第二，咱也要对人的角度，伫遮安怎伫迄个困难的中间，有缘会通伫遮来掠着上帝
倚靠上帝。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咱三个来分享的，要安怎度过迄个难关，咱爱做伙伫遐来面对。所以面对伫一无所有，拢去了了啊！伫伊甲新妇的对话，其实会当看见所以伊就赶紧伫遐，毋茫伫行到半路的时阵，伊甲伊的新妇两个新妇要相识啦。讲好啦，恁都等于恁对我未来无毋茫啦，所以恁趁恁少年，恁赶紧倒转去搁找一个嫁可能会通搁有子孙后代安尼所以伫遮俄尼巴就甲伊的即个大家相识总是做毋甘的总是到尾圣经内底讲，伊选择倒转去后头，选择伊的神就是基约所以伫遮咱有看见安怎？俄尼巴伊的选择就是倒转去，但是呢，咱看这段圣经，咱做来读来，拿俄米看路得坚决要第一，就无搁讲啥物，因两人就继续行来到伯利恒。这是今仔日的经文，两个新妇无共款的选择，嘛无共款的结局。一个咱看后壁就无搁再提起伊的名，另外呢，路得伊的名呢，讲千古流芳啦。所以伊的名到今仔日几千年咱也搁咧少念伊纪念伊的名后来伊的名嘛列入伫即个耶稣基督的族谱，所以成做上帝救恩一个计划咱来看讲这段路有啥物款的困难以色列饥荒已经无已经恢复，土地受祝福过去因为人的罪受咒诅，生袂出物件，无法度生产。但是即摆上帝看顾伊的百姓，所以恢复土地的一个生机。所以对于拿俄米来讲，这个摩押地是一个伤心的所在是伊失去伊的亲人、伊的翁婿、伊两个囡仔，因的经济的调节，总是即摆伊无依无我，所以伊就甲伊两个新妇行李款款的要倒转去到伫故乡即个伯利恒。即摆咱搁复习者伯利恒的意思是啥物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牛村啦牛村是种牛室之家，表示讲即个所在原本是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因为饥荒罪造成即个饥荒。即摆听讲，所以伊毋是干那留伫迄个停止伫迄个听讲，伊要继续后起行。虽然伊知影讲伊未来难关是定定啦。所以伫遮伊伫到伫半路伫遮就相识，总是拄咱看讲路得下决心要对伊的大家倒转伊的故乡。所以伫遮咱来看讲，如果若要对摩押行转去到伫伯利恒，迄个路程要怎行摩押是伫今仔日的约旦的境内咱兄弟姊妹嘛对我去约旦甲去以色列。所以伫坐车的中间，你就知影讲，有当时经过遐个山路是无好行啦。所以当时因无迄个交通工具，因爱用行的所以伫遮咱看讲，当因要安怎行，家己古早这老的妇人要行这段路是充满危险。因爱对迄个摩押的山地，因摩押无真济这个山搁较长长高型安尼所以伫遮因爱对迄个大概山地行落到1209尺的即个悬度落来到伫迄个死海落来到伫迄个死海，沿着死海的即个河边伫遐来行，然後呢行到伫即个約旦河甲死海的即個所在，然後開始
爱爬山啦，爱爬山，因为因对山地行到海平面哦，海平面，因为迄个死海是伫海平面、海平面的下面哦，所以伫遮你啊看，对悬山爬落来，然后佫开始要往即个迫力型，所以因就甲差不多2300尺的迫力型的山地，所以搬山落海，佫过岭，才会通倒转到伫迫力型。所以其实这段路过去，因的做生意人拢会安怎受招啦？为着啥？危险啊！危险，所以因做伙伫遮来成群，然后来行迄条路，避免讲有遮强盗，也是遮歹人啊。何况讲是即个老妇人人。所以伫遮，咱有看讲爱搬山过岭，然后倒转去到伫故乡的时阵，要安怎？因为因拢家伙啊，拢款的，拢离开啊，倒转去是要靠啥物生活？所以未来啊，个咧。无囝通活靠，即马新妇佫对伊，本来一个人一个人食，一个人饱，即马两个人食安怎？佫加一寡只的米牛啊，所以伫遮咱看，伊对遮对未来充满有侪遮的难关。第二，咱来看讲伊伫迄路程的中间，甲伊的新妇有迄款的对话，然后也甲遮的迫力型的妇人伫遮来对话，咱做来读看伊伫讲啥物怨叹的话吼，做伙来。我默默出去，上主互我空空倒来，是安怎叫我拿学米？上主苦楚我，全能者互我受患难。兄姊妹，你对即段圣经吼，我最近咧准备即段即个经节的迦南之声吼，有当时一节，我就坐伫迄个经文的头前，伫遐咧想讲即节要怎甲大家伫遐分享，然后有遐感动，看见即个经文背后，好亲像一出电影共款，迄款的过程哦。伊安怎满一家伙啊！伫迄个检查咱过去讲中美断交的时阵，有一寡移民潮啦，对无？移民的时期啦，共款遐较有的人啊，走较会去；若无的人，咱走袂去，对无？所以检查当时因是安怎有一寡遮的财产哦，所以讲我满出去哦，包括啥物？有翁有囝，做伙出去啊。所以可能伫逐个祝福的下面，因离开，然后伊讲我即马啦，空空倒来，拢是啥物啦？全能者互我受患难。当然，一方面伊也知影讲，即个全能的上帝掌管遮所有的资源，但是检查伊伫个信仰内底，伊嘛知影讲阮应该迄个时阵无应该无听上帝的话懒散照家己的意思去移民去做所以伫遮咱看讲伊面对着迄款的困难最近我咧写即个迦南之声的时阵，嘛有咧想着讲，因面对着即个困境的时阵，然后倒转来到伫迫力型，遮个妇人人遮个妇女。你敢毋是拿俄米吗？迄个敢毋是拿俄米吗？然后伊讲啥？莫叫我拿俄米，叫我啥？妈啦！一个是甜的意思，迄个时阵因要有摘掉出去。总是即马咧，苦的人生所以伫遮伊倒转来甲遮的妇女对话，有当时我咧想讲，面对遮的三姑六婆，对吧？遮三姑六婆伫遐讲送甲伊较早要离开，伊若小可论者就无亲像今仔遐尼凄惨。你拢无要听上帝话，然后安怎去到伫迄个外邦的所在，今仔个互两个囝安怎传两个外邦的即个新妇安尼所以就是可能毋听上帝话。你知影我咧看这段圣经在的时阵，检查有这画面，咱有当时是毋是亲像这三姑六婆共款伫评论，好亲像约伯伊的朋友，对无？拄开始甲安慰，到尾咧甲指责，
你就是安怎得罪上帝，还是安怎嘛？所以有当时啊，你好啊去看这经文思想的时候，检测有一寡画面，有当在提醒咱哦，咱是真正安慰着这个人，伊都在怨啊，伊都在苦难啊，啊你搁安怎啊？你搁甲等一粒石头。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伊面对伊心内有一寡这个埋怨，伊即马是安怎？空空倒来，一无所有，拢无啊啦。所以这是伊面对的困境哦。所以伊即马倒转来是拢空空哦。伊无想讲，其实伊身边还阁有一个上帝安排的路途，对伊未来是一个真大的帮助。总是迄个时阵，亲像咱共款，伫咱拄当困境的时阵，咱嘛无想遐济。咱无想讲上帝到底你，互我拄着这困难是啥物款的因端，啥物款的原因呐？但是伫遮咱有看伊讲，上帝有缘继续来引带因的脚步，所以过来呢，对甲妇女对话中间，即个人减真正是拿俄米嘛？你有看见啥物无？可能伊出去的时阵是安怎？10多年的中间，还阁真少年有咧保养，但是拄着翁婿甲囝儿拢死了后，你啊，迄对人的打击是偌大。所以你若无失去亲人的经验，你绝对无法度去了解讲迄个失去至亲迄款的艰苦。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啥物人会通了解咱的心声？无法度。正人也无法度了解伊的心声，只有一个除了上帝以外，只有一个路途。所以伊毋甘呢，所以伊陪伴伊的大家倒转来到伫伯利恒哦。但是问题呢，造成负担啊。好亲像拿俄米，伊无想要将伊的新妇塞落火坑共款，因为对伊来讲是无毋茫啊。所以伫对话内底。又咧讲起讲，我敢会通阁生囝？我若阁结婚阁生囝嘛袂负气，对无？嘛无法度互你做翁。所以伫遮其实你若去听橄榄枝声，牧师有咧讲起一个当时的婚姻的制度，就是小节的制度。小节的婚姻的制度，就是翁婿若过身，因有兄弟、小弟也好，伊就爱负责带伊的阿嫂啊。所以为着要延续，所以生囝后一个会通伫遮来号名，互伊的兄哥伫遐来延续迄个着从伊后代后。总是伫遮咱有看讲，即个那后壁讲，我都无法度生，也无法生囝安怎真病，阁无对象，嘛袂负妻，所以伫遮讲无毋茫。所以倒转去遮有因人讲，这敢是那后尾，甲10多年前看的拢无像，老甲遐老一头毛拢白啊。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一个人拄着困境的时阵，阁有咧未来生活要安怎，要食啥，要安过活。所以对伊来讲，这个时阵是怎啊？伊面对经济问题，面对大的问题，面对照顾的问题，这拢是一个伊所爱面对的重担。总是上帝无绝人的路啦，人到人的尽头，上帝就是人的起头嘛。上帝开一条道路，互人会通继续来行。所以因为上帝的感动，所以互这路程伊用恩典慈爱伫遐来三款待。我伫遮有看伊讲一个真好的关系这嘛是今仔日。咱爱面对的，就是大家新妇的关系，对无？如果我定有听到这个娶新妇了后有人咧讲，家己咧讲说，哎呀，我终于安怎？媳妇安怎？哇！我终于做新妇毋知偌艰苦的即马变大家所以迄个角色就无共款所以，咱会通对这个关系听去讲，检测做一个新妇就爱知道理晚晚去困，早早起。但是即摆可能无共款，做人的大家就知道理安尼所以真正时代咧变无共，但是伫迄个时阵呢
哦，咱看讲，上帝安排这路德伫个身边，佫唔甘哦。圣经里也去看，伊唔甘伊大家家己安尼艰苦，家己安尼面对，家己行迄条倒转故乡的路，所以伊陪伴伊咧。伊佫手动抓，伊做手动抓讲啥？你死伫倒，我嘛要死伫倒，撞伫遐，只有死，互你甲我会当分开。若无咧，佫加倍伫遐来安怎？手动抓讲，若无上帝来责罚我。你通看即个关系无？哇！毋茫讲伊做大家吼，会当伫遮对伙个新妇，也是讲咱对新妇的关系，甲新妇的关系好毋好？其实我感觉这拢是一个真好，互咱学习。你若好，像讲伊拄着这苦难的时阵吼，以后安怎？敢有人要插伊的，对毋对？所以你若大生有这温足，所以你会通看伊讲，大家新妇伫迄个真美好的关系中间。大家拄着苦难的时阵哦，毋知要怎行落去，伊甘愿手动抓，然后讲：你若死伫遐，我嘛要对你死，死伫迄个所在。意思就是讲，伊看重即个大家吼，所以即个关系，互咱会通彼此会通面对着即个未来的困境吼。你若无好好对待人，我讲你拄着遮困难时，无人要插你啊。所以即个互相哦，所以伫遮。拿俄米为着新妇的幸福，李亚少年转去，又体验到即个大家对伊的关心。我想若平常时真有好的即个言行见证哦，若无路德哦，袂安尼做，袂安尼讲哦，死嘛要对伊的大家陪伴伊倒转去。所以即个关系其实是提醒咱每一个家庭，若有大家新妇的关系吼。因为这自古以来，就是大家新妇拢是一个家庭的难题，所以伫遮咱有看见上帝透过这个过程哦，互人看见人要怎伫遮彼此，特别伫迄个难关的中间，要怎做伙来度过吼。所以温足三款待，这个是互咱伫遮有好的学习。第二就是讲，咱透过这个好的关系，我相信路德伊看见。即个拿俄米身上水的见证，所以平常时就好款待检测有咧祈祷有咧敬畏上帝虽然有当时会拗一个念一个安尼，但是呢，咱看见讲伊安怎伫遐来信心的宣认这位上帝就是伊的上帝，咱做下读来，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其实一般吼，若伫婚姻的誓约内底，牧师拢会问吼，你有要甲对方的亲族当做你的亲族无？大家拢愿意，但是差一个吼，其实伫誓约中间，较无讲你有要认伊的上帝做你的上帝无？一般讲你要将对方的亲族当做你的亲族无？这我想大家拢愿意哦。总是伫遮，咱看俄尼巴伊选择的是伊。倒转去伊的上帝，然后路德伊选择的是你的上帝，嘛是我的上帝。换一句话讲，拄仔开始，咱看讲对拿俄米的身上伊学习，所以伊愿意去教会的意思愿意开始伫遐来追找。佮看到伫迄个困境的中间，伊犹原笑念着这位上帝，所以拿俄米选择要倒转去到伫伊的故乡。伫伊的上帝身边，虽然伊嘛有一寡遮怨言，但是我相信透过这个过程，透过拿俄米伊的性命的见证好的对待对待这新妇的关系中间，感动了路德，所以伊伫遐连死嘛要甲伊的大家做伙，这是足无简单。最后一个真要紧的重点就是讲，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是路德记内底真经典的一句话伫遮来表明这个信心的一个宣言，好亲像咱伫遮伫做决志的这个动作共款伫最近的新闻，昨嘛出现啦就是为着5通的119的通联记录，这中和2岁囡仔恩恩因为伊确诊
老爸伫遮敲椅脚，结果伊感觉厌恶啦吼，那有经过即个遐长的时间，所以伫遮最近咱看讲为着即个新闻为着真相，伊毋望要得到即个真相。我今日嘛看即个新闻讲即个新北市的卫生局已经将即个通联记录来用译文伫遮来甲挂号寄去伊遐所以最近为着即个新闻咱看新北市长嘛头壳摸咧烧，所以伫遮其实是因为讲即两岁囡仔恩恩伊确诊，然后伫送病的中间深受一寡只厌恶，所以伫疫情中间最后即个囡仔其实伫4月19日的透早3:46来离开世间不过即个林先生伊过去其实透过囡仔的病痛的中间，伊有捌接触过教会，伊有一寡基督徒的朋友所以伊就会透过即个联系，毋望讲遮个朋友会通替伊的囡仔来祈祷其实要过去接触伊的传福音的会，伊嘛有圣神的感动来关心伫即件事。后来伫大家关心大道的中间即个恩恩两岁囡仔伫教病房伫遮来接受洗礼伊的爸母嘛伫迄个时阵有做一寡即个决志，总是伫迄个伊接受访问分享的过程中间，伊感觉讲过去家己捌离开着即个教会生活，伊有几遍的接触，总是即遍因为囡仔破病，伊感受到上帝好亲像主动伫遐来听因来关心因全家。所以即条路的过程中间有真侪只个教会朋友伫遮为着因来关心代祷。虽然到尾即个囡仔伫4月19蒙主恩召离开世间，总是出生伫即个传统信仰家庭的林先生伊过去因为接触到校园团契，接触到遮个朋友，所以因为安尼透过即个关系，透过即个祈祷。互因的心虽然面对这苦难，会通伫遮来得到安慰。伫联系了后，有邦桥福音堂主动来帮助伊，互这个囡仔伫这个过身了后，为着伊来举办这个追思的告别礼拜。所以伫礼拜结束的时阵，伊一回头看，哪会遐济人这人拢我毋捌的啦。但是为什么因有这个疼来参加这个囡仔的追思告别礼拜？所以因的心伫遐受感动所以伫遐搁一遍来决志即马嘛稳定即对阿某甲伊的囡仔有另外一个囡仔稳定伫邦桥福音堂伫遐咧聚会。兄姊妹，咱看伊讲。伫即个温柔的3款待中间，互人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昨嘛有看伊咱的小组长的关心，后组员伫遮发现，咱的组员平常时都伫赖来去，那会最近无声无息，敲电话也无接。伊家己住一个所在，即个少年家总是联络袂到。所以我伫迄个群组内底有看，开始小组长还有咱的关怀主任张玉主任，因就赶紧去联络去关心，结果咧伊就倒入眠床，袂顶袂动赶紧甲送病院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兄弟姊妹要看上帝透过咱彼此的关怀扶持，我相信透过即个少年家袂伫遐来坚信咧，袂伫遐来说咧，毋望也通透过咱的关心代祷，互咱的亲人早一日会通伫遮来信主。过来，咱来看讲
最后上帝安怎看顾这两个官妇哦？咱做来读来，因伫开始收割大麦的时，来到伯利恒。兄弟姊妹，你看到这节有啥物款的感受啊？无？出去是安怎对有到无，对吧？因为照家己的意思，难心去行，所以因拄着困境。上帝安排哦，伫这适当的时间，互伊有感动，倒转来到伫故乡。然后咧，迄个时拄啊4月是收割大麦。大麦是一般遮个送乡人哦，散车人因所食的食物，这甲伊有啥物款的关系？因若无法度讨谈啊，要安怎？咱来看这段的经文，做下来。恁修成五谷，旁边的毋通挂了了，落落来的嘛毋通扣。修成葡萄，毋通挽了了。落落来的嘛毋通扣，着留互散车人甲出外人。我是上主，恁的上帝。原来伫利未记哦，上帝吩咐摩西，你伫生活中间爱照顾遮个出外人，照顾遮个散车人。所以上帝安排感动，互伊伫4月。佮听见上帝话，伊看顾伊的百姓，所以倒转来的时阵，咱有看伊讲是当咧修行的时阵，表示安怎？因会通有即个机会，伫因遮的方面，上帝有因备办。所以后来，如果你若继续看即个故事的发展，就因为即个关系，路得去捡麦穗，然后呢，熟悉普阿斯，到尾。咱伫过来才会看路得记中间，就会帮咱来看。今仔咱咧看讲，伫这无路的通行的时阵，困境拄着这个未来毋知要哪过的时阵，即节的圣经，上帝讲因是倒转来伫收割大麦的时阵，互咱看伊讲上帝安排路得，上帝安排即个会通捡麦穗。互因有通食，互因袂枵死哦。所以伫遮上帝看顾遮个出外人甲散车人。也即摆今仔日上帝伫你的困境中间，检测伫迄个时，你毋知影讲上帝到底你伫啥物所在？那后尾嘛倒转来讲，莫叫我那后尾啦，叫我妈啦，我足苦啦。但是到尾咱看讲这福音人咧学了那后尾的时候，你是真正有福气啊！因为路得后来佫生一个囡仔互伊做囝，互伊延续伊这家庭的这个后代啊。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伫人无信靠上帝的时阵吼，就凊彩照家意思去行。当人愿意回头，当人愿意回转，行伫迄个回。倒转到故乡的路，好亲像浪子回头啊！这是女版的浪子回头啊！所以伫遮，互咱看讲那后尾甲路得，因为因毋茫要倒转来到伫迄个故乡，所以伫遮上帝看顾伊的百姓，连即两个官妇伊嘛看在眼内，伊嘛照顾有着，所以透过那后尾甲路得，我相信。这位上帝，互因经历是对无变做有的上帝。兄弟姊妹，今仔日检查你拄当伫迄个对有变做无的过程，但是这段圣经嘛要提醒你我哦，耶稣诚做你永远的靠岸，诚做你永远的帮站，所以要诚做你永远的倚靠。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这段信息。咱是毋是要回应上帝讲？我愿意伫人甲人的中间温足三款态呢？我是毋是愿意伫迄个过程中间来信靠这位主？这位上帝讲：你是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好处无伫你以外。请咱做伙起立。
咱用这首诗歌伫遮回应永远的靠岸。若是我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吓。风影这呢大，何时才会停线？想要赶紧来靠我，要往对位行。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会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无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行。耶稣听我，听你心愿，不敢放我这孤单。伊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若是我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吓。风影这呢大，何时才会停线？想要赶紧来靠我，要往叨位行？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无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行。耶稣听我，听你心愿，不敢放我这孤单。伊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无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行。耶稣听我，听你心愿，不敢放我这孤单。伊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咱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有你来作伴。虽然阮人生的路途检测，这个时阵拄当伫迄个风影，伫迄个艰难，伫面对阮的难关的中间，总是主你有缘陪伴阮，伫阮的船顶对阮讲毋免惊。因为我甲恁三个同在，你安那陪伴天父上帝，你安那陪伴拿俄米甲路德，互因伫对有变做无迄个困境中间，虽然苦痛，但是你引带因倒转到伫你的面前，听见你的看顾，因家己也亲身来经历。愿主上帝来帮助，互阮检测甲那比路德共款，毋知阮即马头前的路安怎行。总是你陪伴迄个修行的季节，你也要陪伴迄个修士供应的季节，互阮的人生的路会通经历。
愿主你来赐福帮助阮，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赢过死亡的关系，来包围恁、扶持恁。天父上帝也用你慈爱双手来顾阮、看阮，敢在面对亲人的死失、阮的欠缺、阮的失败、阮的困境、阮的身躯有侪的这的病痛，用你的痛来包围阮，互阮能经过这的难关。愿主圣神来感动阮、安慰阮、扶持阮，让阮知影，除了你以外，阮无别的好处。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阮要一生来倚靠你，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天地我的敬拜，愿我耶稣基督圣经有个荣耀归天地，敬拜的高原我，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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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平安，咱的礼拜就到这，愿上帝恩典、祝福，甲咱三个同在，请坐。